多謝大家繼續收聽西華三寶。睇睇個時間，依家係星期四下晝5點2個字，最快聽到都6點幾啊！點解搞到咁晏先至出片啊？其實我今朝早12點幾呢錄咗分析第6全場，逐隻講，跟住第7場又係逐隻講，前後錄製咗30幾分鐘啊！點知呢？我重聽翻，因為要剪片啊嘛，同埋要調校嗰個聲音啊嘛，校翻大啲同埋節奏快啲啊嘛。咦？點解冇聲嘅？死火啦！用咗支新咪，舊嗰支咪呢係唔需要插電，新嗰支咪即係依家同你講緊嘢嗰支咪啊，要插電。插電就要有個開關掣，我忘記咗開掣啊！30幾分鐘原來就白講都冇聲音。咁啊，一怒之下血氣上湧，走出去食飯啊！咁啊，結果一出咗去食飯啊，購物啊，買翻啲生活日用品啊，咁啊，翻到嚟屋企都接近5點啦。原本冇諗住上片嘅，不過你知啦，我好鬼努力、好勤力同埋好堅持啊！三寶台呢係我嘅救生圈，無論如何都要養活佢。咁啊，變咗今條片呢，我會盡快將我所有嘅心水呢，用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嚟到演繹俾大家聽。嗱，三寶嘅底口頭關即係第3場4班馬跑1200，出馬12匹，我嘅首選呢就係3號好多利高。依家佢係次熱門，得5.2倍，但係臨場呢，我好有信心佢會變成大熱，因為良區好友阿黃寶利騎真係唔穩陣。咁啊，好多利高，佢由3班降落嚟噶嘛，點都高過隻良區好友啩。雖然副榜重好多，不過好多利高呢，我認為起碼可以跑入前3名，贏唔贏到就要睇對手。咁啊，第二選係一對新勝馬，分別係5號凝聚美麗同埋11見無名。第4選擇呢就5福星。不過經過1晚2晚，我嘅即係考慮調節。我呢重新呢將個次序調一調，首選3好多利高，唯一劏到佢一定係一隻輕磅馬，會唔會係良區好友定係11號見無名呢？見無名佢擺前走噶噃，贏咗馬升高1班，副榜減輕，狀態再進一步嘅時候跑嚟可能用得着，我會將佢擺第2選啊，第3選可以贏晒，可以輸晒5福星。咁啊，上場就當佢落咗雨啦嘅泥地唔啱跑啦，但係今晚係正常嚟，佢冇藉口再跑得差。第1仗當熱身，第2仗就落雨，今次係第3仗冇藉口再跑得差，所以我重新調一調我嘅先後次序。三寶頭關，第1選3，第2選11，第3選6。嗰隻凝聚美麗呢，就唯有將佢擺第4選啦。要唔要你哋自己考慮。如果你揀1隻咪3咯，揀2隻咪11咯，加埋就係咁啦。好啦，三寶嘅底口嘅次關，即係第4場跑長途啊，4班1800米嘅賽事。我嘅首選1號馬堅有利，第2選都係堅，不過12號堅多福，第3選超9號馬超眼光，咁啊2堅1超。應該就幾穩陣。如果你嫌唔夠穩陣，又係一隻新勝馬5號精算特殊。如果佢能夠應付泥地13倍走出嚟，你條三寶咪好分好多咯。不過呢，我就真係未必會揀啦。但係臨場拖連贏位拖位置 Q 呢，我諗真係要拖埋佢先得。好啦，三寶第一口嘅尾關即係第5場，我嘅首選係。睇睇先啊，心裏有數啊，10號好分啊，依家12倍，睇下臨場係回飛啊，定係會落飛啦。10號心裏有數係我嘅第1選，第2選都好分噶，14倍啊。7號馬運來勇士，葉楚航穩中逆禮，唔似係陪跑啊。第3選1號日日漲，越跑就越好，好到你唔信啊。不過佢落咗雨嘅泥地跑高半班，今日正常嚟
加上佢到檔又差，副榜又重，冇乜冠軍相，咁啊擺佢喺第3選。最後加埋一隻睇唔通睇唔透嚟自沈集成馬房嘅12號馬順善寶，究竟係走出嚟跑泥地搏減分落5班先至走返草地搏啊，定係根本佢係一隻泥地馬呢？我哋普羅馬迷根本就唔知道。咁啊講完第一口咯，咁啊第2口啊講唔講埋呢？講埋啦。第2口三寶頭關嘅第6場啊，我嘅首選呢就會揀隻7本領非凡，唔解釋啦。第2選啊，6號川河營區呢隻可以贏晒可以輸晒，情況一如嗰隻5福星。你睇翻上個馬季尾，佢贏嘅時候輕鬆贏個幾兩個身位，輸嘅時候3甲不入，跑到一無是處。今場潘頓騎可以再次輕鬆贏1兩個身位，亦都可以跑到一段都冇啊！咁啊7、6就係我嘅第1、第2選，會唔會加埋第3選啊？加埋布文啊，有派頭。上個馬季全部都跑嚟，今個馬季跑2場草地，第3仗熱夠身啦，翻過嚟跑泥地，似乎就唔係陪跑啦。咁啊，上個馬季前一個馬季贏馬就好好分嘅，如果今晚贏馬就唔好分啦。第4選呢，一定要加埋隻2瑞奇威風。阿姚本輝有一樣嘢咧係好值得大家尊敬，喺咁多年嚟啊，已經維持咗10幾年。每逢有啲外來嘅騎師嚟香港客串，經常坐冷板凳又冇實力坐騎，表現又差，阿姚本輝呢都會俾啲好馬佢，俾個機會佢殺馬贏馬開齋。最近呢，火車潘跑足個幾月都冇頭馬進帳，咁火車潘嘅第1 win 未嚟自姚本輝馬房咯，阿駿馬快車嘛，阿駿翼快車，咁啊差不多30倍贏馬。之後啊，火車潘再執多一場接近60倍嘅大冷門，咁啊瑞奇威風會唔會係金城江嘅開齋馬？唔知道，要揀埋。咁啊今場順次序，我嘅心水就係7本領非凡、6川河營區、4有派頭同埋2瑞奇威風，4隻都要晒，缺一不可。好啦，跟住第2口三寶嘅次關，即係第7場3班跑呢個1200米。我嘅第1選係依家嘅大熱門7號天天灑落，潘明輝騎有個2檔馬呢就擺前走嘅，同埋泥地又惡又後生，咁變咗呢對住呢紮馬呢穩陣少少咯叫做，但係今場其實就好難揀啦，有幾多隻可以跑入前3名，甚至乎贏馬？我講俾你聽，12隻，起碼有8隻可以跑入前3名，甚至乎喺今場贏馬。但係我係好刻意將呢場馬縮窄到2匹，得就得，唔得就算數。如果我真係要認真抽絲剝繭去揀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係冇信心啊！揀到4隻、5隻，甚至乎揀到6隻，都未必揀到一隻頭馬出嚟。不過三寶係要講嘅，咁啊第1選7號天天灑落。貪佢2檔輕磅，潘明輝有鬥志有速度，羅富全今晚嗰手馬算係唔差，希望配合馬房攻勢而臨，所以揀隻熱門7天天灑落。次選霸道時尚風趣，咦呢隻馬冇乜跑過泥地喎，就算跑泥地都好似冇乜好成績嘅喎。係啊，以往養喺容大夫馬房，咁啊呢隻嫁妝馬連埋一齊啊，即係嘉文啊，同阿鄭俊偉一齊啊，咁啊變咗時尚風趣。我會睇翻前一個馬季2 win，咁啊上個馬季只係交出1 win，佢3場頭馬都係谷草千二獲得，今場呢就跑泥喎，得唔得㗎？嗱，我就咁睇嘅。上個馬季季初贏馬，跑到季中呢就跑咗一個第2，一個第3。咁變咗呢，佢冇用盡呢隻馬。你睇翻比賽嘅月份，1月跑1次，2月跑2次，跟住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各跑1次，唔會話出得好密，唔會拼搏太多。咁變咗喺3班
喺呢個分數，你睇翻佢上年季初贏馬66分，你再對比翻依家佢嘅評分係63，佢唔似係今場搏減分降落4班跑，唔似，因為上手可以用盡而冇用盡，亦即係話今場呢有權轉過嚟泥地搏好分而贏馬，加上鄭俊偉派馬跑泥地有佢嘅一套方法，一套秘密嘅方法。咁啊，容天鵬呢隻時順風趣，既然未用盡，鄭俊偉熱過身之後幫佢跑泥，絕對有冷門機會。所以呢，既然我揀咗隻冷門啦，咁其他馬都在我嚟講都冇乜意義啊。咁啊，首選7，次選10時順風趣。咁其實補充多一句啊，揀得落手真係有成8隻。既然你揀咗隻熱嘅，就貪佢穩陣；揀咗隻冷門嘅，就捉路搏佢喺泥地喐手。咁已經係好足夠啊！得唔得呢？就交俾個天睇下，俾唔俾到足夠嘅運氣你過三寶嘅第二關啦。好啦，尾關呢就3隻，全世界都會揀隻5勁先生。佢贏馬就16贏馬就係1200啊！一轉彎，一踩油就逢馬過馬，好似裝咗摩打咁。賽後評榜員加8分，但係今場呢就跑長450米，到底有冇上場嘅威力唔知道。但係依家就大熱門，如果臨場唔係37蚊，係30蚊、28蚊、25蚊，哇！飛從哪裏來啊？唔通你買啊？我買佢買，梗係佢買啦。咁幕後睇到通睇到透，即係佢環顧全場對手都唔夠我跑，咁咪落飛咯。不過我哋事前買三寶啊，點會知道佢臨場落飛定唔落飛呢？咁如果37蚊回飛回到40幾蚊，係咪即係代表佢冇信心呢？咁當然係啦。今場我最多揀佢喺第二選，因為我都係會搏冷門。12檔布文黎超星勁進飛翔呢隻馬呢，佢有嚟美國馬嘅血統啊，咁啊估計佢可以泥地應付到。今場啊會唔會喐手呢？我點鬼知道呢？但係有好嘅分頭啊嘛。首選6，次選5，加埋廖康銘嘅4，自跑得揀3隻，亦即係話頭關4隻，次關2隻，尾關呢就3隻。幾多注啊？24注，10蚊買240，5蚊買120， 4蚊買得唔得？4蚊買96蚊唔得，買唔到，因為最低消費要100蚊。咁如果你慳翻啲錢，每場揀一隻咯。但係你揀得中就好啊，揀唔中就唔好怪人啦，就係咁啦。豐儉由人係自己決定嘅，風險亦都係自己承擔嘅，就唔好怪主持人啦。較早之前啊，未中咗口三寶，咁啊好分㗎喎。但係觀眾啊留言讚我話多謝啊西華哥，我買5蚊注都收幾千蚊。但係你可唔可以打賞主持呢？你買百幾蚊，中咗三寶收唔知成4、5千蚊，咁你收4、5千蚊嘅同時，可唔可以考慮下攞20蚊、30蚊請阿西華哥飲翻杯咖啡呢？並唔係寫水蛇春咁長，點樣多謝我，用個實際行動請我飲杯咖啡，係咪會好啲呢？啱啊！好啦，等陣間呢，個零鐘頭之後就要開直播啦，亦都講到呢度，拜拜。